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4节，以及罗马书14章7节到8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念。从那时候开始，耶稣清楚地指示门徒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在长老、祭司长和经学教师手下遭受许多苦难，并且被杀害，第3天将复活。”彼得拉耶稣到一边，劝阻他说：“不，主啊，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彼得说：“撒旦，走开！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想法，而是人的想法。”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当中没有人只为自己活，也没有人只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活也好，死也好，我们都是属主的人。以上神的话语愿刻在我们的心版上带领我们来奔走人生的道路。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迦南教会的小会还有牧师的协助让我能够来到这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特别是为着卢竹教会的构堂来分享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一起共同的来关心卢竹教会的需要，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国。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十字架上的爱。在我们的投影片上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个 logo， 这个 logo 是我们的一个青年设计的 logo。我给他的一个意象就是十字架上的爱，我请他设计一个 logo， 那他就是设计出这样一个 logo， 非常的简单，然后又明了的一个 logo， 黑色的底，全黑的黑色的底，有十字架很鲜明的在这上面，十字架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爱心，十字架上的爱。看到这个 logo，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没有？你有什么感觉吗？看到这个 logo， 你会想到什么？你可以体会十字架上的爱和你的关系吗？你可以体会到十字架上的爱对你来说它何等的重要吗？弟兄姐妹，看到这个 logo， 我不知道你想到了什么。我请我们的青年设计这个 logo， 因为我们深深的看见十字架上的爱。弟兄姐妹，它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核心从哪里来？从这个地方来。基督教能够从2000多年前一直的流传到现在，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上的爱，是因着十字架上的爱，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今天你有这个福分。十字架上的爱可以说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核心。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十字架上的爱，如果你不知道，对不起，我不敢说你是基督徒。每一个人你一定要深刻的清楚的知道十字架上的爱到底是什么，它和你是什么关系，它对你有多么的重要。今天的圣经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这节圣经，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发生的这个情景，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情景大概是怎么样子？就是有一天，耶稣清楚的向他的门徒说到，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到这些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这些苦楚，而且要被杀，然后第3天会复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到这些长老、祭司、文士的这些的苦，然后要被杀，然后第3天会复活。”听到耶稣所说的话，彼得马上就拉着他的老师耶稣，劝耶稣，责备耶稣。在我们和合本的这个圣经的翻译说，彼得责备耶稣。台语说责备耶，台语说责备耶稣。彼得劝耶稣，拉着耶稣责备耶稣说：“主啊，这事万万不可，这件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彼得听到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受到这些的苦楚，然后被杀，彼得很担心，他马上劝耶稣，抓着耶稣责备耶稣：“这事千万不可，必不临到你身上。”看到彼得的反应，耶稣转身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责备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了今天这一段话24节这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当时如果是我们在现场，应该说，当时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如果我们是耶稣，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我们对彼得的动作，对彼得所说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我们是耶稣，我们对我们的门徒说：“我将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受到这些的苦楚这个长老、祭司文士苦楚，然后我会被杀，我快死了。”然后对这些门徒说这些话。那彼得有很强烈的反应，马上抓着耶稣，不让耶稣去，阻止耶稣走这条路。我们当时听到彼得说的话，看到彼得的动作，你会有什么反应？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能会感到很窝心呐。我们会觉得彼得这个门徒，真是爱他值得啦。这个门徒，耶稣这样子跟随的过程，爱他爱得值得。听到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受苦，然后被杀，他马上阻止耶稣，马上很担心耶稣走这条路，马上把耶稣这样子抓着耶稣，甚至责备耶稣。我们可能会觉得彼得这个门徒实在是爱他爱得有够值得，非常的窝心。我们不是指责彼得，我们是会觉得这个门徒好，这个门徒真的是爱得值得。我们应该是反过来指责其他那11个学生，一点反应都没有。耶稣跟随耶稣3年多，耶稣说我将要去耶路撒冷，我会受什么苦，然后我会被杀，我将要死了。这11个学生没有反应。可能我们是指责这11个学生，你们是怎么回事？我说我要去死了，结果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不是指责彼得，是指责这11个学生，你们有没有问题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耶稣，我们可能会有反应，可能是这样子。我相信这是一般的人正常的反应。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完全不一样。耶稣是转过身来指责彼得，跟彼得说：“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对所有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从耶稣的反应和我们一般的人可能会有的反应，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深刻的看到，基督教信仰它非常重要、它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一般的人在追求信仰，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一般的人，他们追求信仰，不管是什么信仰，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大概就是他生活、工作各方面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很顺利。他因为这个信仰，他就可以万事如意，他可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以事业兴旺，可以功成名就，可以家庭幸福，可以身体健康，可以万事如意，都很好。什么都很好，因为这个信仰。一般的人追求信仰，大概他心里面所想的会是这些的倾向。弟兄姐妹，注意看看，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这个世代追求成功神学的人会那么的多，因为它完全符合人内心的期望，符合人内心的欲望。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对我们说什么？耶稣让我们看到，成功神学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成功神学是完全绝对错误的，是完全和基督教的信仰背离的。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不是成功神学，是十字架的神学。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十字架的神学，不是成功神学。所以当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受到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彼得他就不能接受，尽力的阻止耶稣。可是他反而是被耶稣来指责，是撒旦指责彼得，退我后边去吧，不要成为我的绊脚石。耶稣要我们知道，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是什么样子的一条路？是一条愿意舍己，是一条愿意背十字架的道路。每一次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或者是纪念我。”喝这些杯的时候，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或者是纪念我。弟兄姐妹，有一句话重复出现：你们要如此行，或者是纪念我。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吃这个饼的时候，牧师会说：“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要如此行来纪念他。”喝杯的时候，牧师会说：“这杯是用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他。”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就是这句话，我们要如此行。弟兄姐妹，我们决志，我们要和耶稣一样。我们决志，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用这样子的决志，我们来纪念耶稣。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一条舍己的道路，愿意舍己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活出十字架上的爱的道路。从教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会的这个历史里面，可以说整个这个历史就是从耶稣说的这句话开始：“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从这句话开始，许许多多的人
跟随耶稣的脚步，和耶稣一样，活出十字架上的爱，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愿意承受苦难、承受迫害，甚至失去生命，结果就使得基督的这个信仰，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在完全不可能发展的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你如果可以去了解初代教会发展的历程，你就会知道那种环境，其实这个信仰怎么可能会存在？这种信仰怎么可能会传承下去？每一个要信仰耶稣的人，他必须要承受多大的苦，甚至是家破人亡，你知道吗？那是很多撕心裂肺的事情。这个信仰怎么有可能发展下去？在最不可能发展的情况之下，这个信仰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的拓展出去。寻道者的血不但没有阻碍的教会的发展，寻道者的血甚至成为教会发展的种子，使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得着耶稣的救恩。因着这些的门徒、这些的信徒，他们就是这样子忠心的活出十字架上的爱，愿意舍己，愿意背起十字架，使更多的人因此认识了耶稣，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断的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起来，使基督教的信仰经过了2000多年之后，今天成为全世界信徒最多的宗教。整个基督教会发展的历史，可以说从耶稣说的这句话开始：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历世历代以来，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都有许许多多信耶稣的人，前仆后继的站起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前仆后继的站起来回应，愿意舍己，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愿意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即使他们必须要吃许多的苦，他们必须要面对许多的挫折、许多的攻击、许多的阻碍、许多的迫害，他们仍然坚定的被神来使用，成为神所差派的使者，成为上帝在各个地方上帝的天使，使人因他们得福，使人的生命，使人一生的命运因着耶稣来得到改变。今天我们台湾也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前仆后继的，一个接一个成为上帝差派的台湾的天使，他们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们愿意舍己，他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活出十字架上的爱。他们被上帝使用，使基督的福音可以在台湾我们这块土地各个地方被传扬出去，使得我们今天有这个福分。你可以坐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里做礼拜，敬拜上帝，亲近上帝。回顾台湾宣教的历史，我们简单来介绍几个台湾的天使，希望我们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为台湾这块土地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活出十字架上的爱，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得到美好的信仰的启示。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的宣教是从1865年马雅各医师在台南来开始。马雅各医师在台南开始。马雅各医师呢，当时为了要治疗人的胃病治疗眼睛的这个问题，被人误会说他要挖人的胃，挖我们的眼睛去制药这样子。传道的过程受到很多的毁谤，很多的苦楚。可是后来也有渐渐的有一些的人开始接受了福音，成为了基督徒。不过马雅各医师他只是一个平信徒，他是一个医生，他只是一个平信徒，他没有办法为人来施行洗礼。所以南台湾最早的2次洗礼是从厦门聘请牧师来台湾主持这个洗礼这样子。为了需要有牧师前来台湾加入宣教的行列，马雅各医师就向
英国长老会他的总会请求派有牧师身份的宣教师来台湾。第一个有牧师身份来台湾的这个宣教师就是马大卫这个宣教师这个牧师。可是他还没有到台湾，他坐船经过南中国海的时候，因为在甲板上面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不小心就跌落这个海中，被大浪卷走，就过世了。还没有到台湾就过世了。那为此英国长老教会又派了另外一位牧师来到台湾，就是李修牧师。李修牧师是台湾教会历史当中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他坐了142天的船来到台湾，是第一个会讲台湾话的牧师，第一个会讲客家话的牧师，第一个到台湾东部去传道的牧师。马偕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都很熟，北部教会很熟马偕。马偕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是先到台湾的南部，了解整个台湾这个宣教的状况，带马偕到淡水，跟马偕说，这就是你的教区的，就是李修牧师。在台湾教育的文献里面记载，李修牧师他说，男女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不可以有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子的观念，不可以有这种观念。他重视的男女都是平等的，是上帝所创造的。台湾第一个主张推动女性教育的就是李修牧师，在台湾宣教当中带来非常决定性的影响。那在台湾当时很困难的这个宣教环境当中，李修牧师凭着舍己、背十字架，活出十字架上的爱这种精神，一一克服各种的困难，创造了台湾历史当中很多第一个的事情，台湾第一的事情。他就刚才说的第一个讲台湾话的牧师，讲客家话的到东部传道的牧师也设立了在当时在南部这个尔农的学校帮助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伟大的一个人物。可是呢，这个李修牧师他没有办法克服台湾的天然的这个环境天然的灾害他一直被疟疾所苦屡好又屡患，终于在1879年44岁的时候，他就病逝在台南。他的学生把他葬在旗后，就是现在高雄的旗津旗津。他有2个儿子，第2个儿子也死在台湾。李修牧师过世之后他的牧师娘和长子大儿子也都留在台湾生活。当时英国的教会请李修牧师娘回到英国来休息，可是牧师娘反而写信给英国长老教会，请他们派她作为第一位台湾的女宣教师。第一位台湾的女宣教师，她说，因为台湾的女性没有人关心，是很可怜、很需要帮助的一群。男人没有办法进入到他们的世界，因为男女授受不亲。他深刻的看到这些女人她们的需要，他请英国的长老教会派她做台湾第一个女宣教师。到他年老的时候，李修牧师娘将他一生的积蓄留在台湾，又回到英国去募款，用这2笔款项在台南新楼就建立了当时第1所的女学校。女学校就是现在的长荣女中。这些女学校完成的时候，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写着说：“我们感谢她，就是指李修牧师，感谢他的计划和慷慨。”另外一位，我们简单介绍一位台湾的天使，就是马喜乐护士。马喜乐护士，1958年，台湾另外一个出名的伟人
谢伟牧师、谢伟医师，他到美国伯克莱第一长老教会来分享台湾中部埔里还有彰化、二林沿海医疗传道的这个事工和缺乏的这些事情来唤起美国教会的关心他在上面报告的时候，坐在下面的其中一个人就是马喜乐护士。这个马喜乐护士当时坐在下面，他听了谢伟牧师、谢伟医师的分享，非常的感动。他是一个年轻、美丽又有热情的一个人。他听着谢伟的分享之后，他就问他自己：台湾有一群的医生，为着这些偏远、缺乏医疗资源的地方，在那里舍己，在那里背十字架，在那里活出十字架上的爱。我呢？我能够为台湾这个地方做什么呢？当他和他的牧师分享、沟通这件事情，牧师跟他说：“你是一个护士，你可以献身去协助谢伟医师做他的助理，做他的助手。”从那个时候开始，马喜乐认真思考成为台湾宣教士这件事情。隔年1959年，他就来到台湾。那年他44岁。一开始马喜乐是在埔里的基督教医院在谢伟的旁边来协助服务。后来谢伟牧师跟他说，二林和彰化这沿海100多个乡镇严重缺乏医疗的资源，然后他已经和几个同工决定要在二林设立二林基督教医院，那要请马喜乐护士过去那边帮忙。就这样，马喜乐护士他就开始到二林去服务，一直到2007年，他92岁过世为止。他以二林为家，用他下半辈子用二林做他第2个故乡。在二林，当年有很多小儿麻痹的孩子，很可怜，没有人来帮助他们，没有人会去关注到这些孩子。1964年11月3号，二林基督教医院一开设之后，有200多个小儿麻痹的孩子来登记，要来接受手术。这孩子很可怜，没有办法站起来，终身就在地上爬行。有些孩子10几岁了，还不能够去学校上课。这些孩子，他们的需要深深的打动马喜乐的心。他清楚的看到，这就是上帝要他来台湾的目的，要他来帮助这些孩子，成为他们生命的天使。后来马喜乐回美国募款，用他自己一个人小小的力量，1970年成立了二林喜乐保育院。二林喜乐保育院现在还在。那当初刚成立的时候，在人力财力都很缺乏的情况之下，马喜乐他要身兼数职，行政的管理要开车驾驶院舍的打扫等等所有的事务，他一个人在那边很辛苦。他这么辛苦做这么的多，他只有一个心愿，他希望让每个孩子都能够站起来，让每个孩子都可以有机会读书，生活可以自立。当时因为医学的知识不发达，有一些的家庭，生了这样子的一种孩子，他们就自认为这是他们上辈子造的孽了，他们也不会想要改变。所以马喜乐他必须要一个村一个村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然后很辛苦的去找这些孩子，去劝导这些的父母，让孩子可以来接受手术。有一次，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他的父母亲因为马喜乐的善意和热情，他们感动，同意把孩子交给马喜乐，然后让他带孩子去手术。当时他们隔壁有一个中药店的老板就很不以为然，他就跟这个马喜乐说：“这个孩子他如果可以走路我的头就砍下来让你当椅子坐了。他如果可以走路的话，我的头砍下来让你当椅子坐。”手术之后，这个孩子穿着铁鞋，然后呢走路回家。这个中药店的老板看到这个画面，哇，吓坏了，嘴巴张得大大的，非常的害怕，怕马喜乐真的要砍他的头，非常的紧张。马喜乐跟他说：“你不要紧张，我不会砍你的头，因为我不敢做你的头。”很幽默的跟他回应。
马喜乐从他44岁来到台湾，将近50年的时间，用他下半辈子的人生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全然的奉献他自己给中台湾海边偏远的这些乡镇残障的孩子。他最喜爱的经文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走十字架道路绝对不简单，弟兄姐妹。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到了晚年，他80、90岁的时候，虽然已经失智，有痴呆的状况，可是只要看到小儿麻痹的孩子，他就很自然的像活了起来一样，很自然的去抱他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做礼拜、敬拜上帝、亲近上帝。今天我们有这个福分，得到上帝的爱，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生命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有上帝从上帝来的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有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靠山。有上帝的爱和恩典，时时刻刻的来带领你、扶持你、来帮助你。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所享受到的所有的这一切，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非常非常多的台湾的天使，他们愿意谦卑的回应耶稣的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们愿意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活出耶稣十字架上的爱，使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因着他们被上帝使用，成为台湾的天使，一代接一代，一棒接一棒，爱台湾，为台湾牺牲，为台湾付出，承担许许多多的辛苦，许许多多的伤害，成就了今天我们所领受到的这一切的福分。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用心的来回顾我们所领受到的，我们所享受到的所有这一切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台湾的天使，这些的故事，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义务让它传承下去。这个台湾的天使的这个故事没有停止，这些人开始在我们的身上一代又一代，到现在到了我们身上，我们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每一个世代，耶稣都在对信仰他的人说同样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一个世代，耶稣都在呼召我们，弟兄姐妹，耶稣呼召我们所有信仰他的人站起来，回应耶稣的呼召，愿意舍己，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成为上帝差派的台湾的天使，在任何一个有需要的地方，我们被上帝来使用。今天当我们听到耶稣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勇敢的，我们站起来回应耶稣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在今天我们身处的这个世代，在福音的工厂上面，在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在教会的事工最困难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大大的被神来使用，我们成为今天这个世代上帝所差派的台湾的天使。我们使人可以因我们而得福，使人因我们而得福。我27年前第一次来到桃园，我对桃园完全是陌生的，是空白的。27年前第一次来桃园，你知道我去哪里吗？我就是来迦南教会，很奇妙。27年前，那时候我的学弟，神学院的学弟李仁玉牧师在这里当牧师。27年前，我第一次来桃园，就是来迦南教会。哇，看到迦南教会就在
火车站的前面，哇，桃园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我深深的感到震撼。我相信这间的教会，神要大大的使用，它应该成为大桃园这个地区的领头羊，众教会的领头羊。今天我相信，只要我们领受到耶稣对我们的呼召，舍己，背起十字架，我们走耶稣基督，我们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我相信我们迦南教会一定会被神大大使用，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末后要大过先前。神来祝福我们迦南教会，祝我们每一个人。那今天我要特别谈到卢主教会，我代表卢主教会来到我们当中，为着卢主教会的需要来募款，购堂的需要来募款。那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跟大家来介绍卢主教会。我们看到这个 logo， 十字架上的爱。为什么介绍这个 logo？ 因为这个 logo 就是卢主教会设立以来，卢主教会2011年6月设立，离现在才12年而已啊。卢主教会设立以来，我们所设定的核心的价值，教会设立核心的价值就是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期待所有来到卢主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是其他的教会，你是不同的教派，或者你是一个从传统信仰进入到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不管你的背景如何，每一个人来到卢主教会，你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上的爱，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学习了解耶稣十字架上的爱，被激励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让十字架上的爱，让卢主教会因着十字架上的爱，可以为神带来更大的复兴。确实，这个教会2011年设立，很年轻的教会，神也祝福。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方向的当中，神祝福卢主教会，所以卢主教会可以一直在一个很蛮健康、蛮单纯、同心、爱神、爱人这样一个文化当中，教会在发展。隔年我们就顺利的升格堂会，然后呢，升格堂会之后，我们就积极的为着未来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福音的基地来祷告、来仰望。那是要购地来建堂，或者是要购堂求神来带领神特别与我们同在。在2018年，我们附近就有一个新的建案有一栋大楼，住宅大楼，然后附带又有一栋这个同一个建案有一个商办5楼的商办那个商办空间就很适合我们，长20公尺，宽8公尺，非常适合我们这种规模的教会非常的棒，而且里面都没有柱子四四方方都没有柱子，柱子都在外面，厕所也在外面，楼梯都在外面，里面很完整的空间，非常的适合，我们非常的高兴，所以就跟建商谈怎么来我们跟他们签约我们来预购然后照着我们需要做了一些的客变这样子那我们就跟他谈，买了2个楼层他5个楼层嘛，5楼的这个商办，我们就买了2个楼层，4楼跟5楼2个楼层，1楼是成人做礼拜使用另外1楼就是儿童青少年来使用，非常的符合教会的需要用4500万那就跟建商买了2个楼层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了教会大概100人左右的教会其实是非常辛苦，而且我们那边年轻人又很多那年轻人多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年轻人的薪水并不高然后从别的地方南部东部来到北部工作薪水又不高，又要租房子有的人可能买房子又要负担贷款，买车子负担车贷刚结婚的又要负担家庭的需要，其实很困难。但是弟兄姐妹，上帝真的是祝福卢主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不断的被激励，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所以这几年教会在还款上面没有任何的延迟，甚至还能够还更多。
2020年我们就盖好之后搬进去，然后献堂。2020年你知道是什么年吗？正好是 COVID-19 开始的那一年，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个台湾在这个疫情当中啊，普遍的教会都在疫情当中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卢竹教会没有受影响。我们的奉献反而更多，我们可以按时的还款，这还的更多，比我们原先的计划还更多。上帝祝福卢竹教会。那今天我代表卢竹教会来到我们当中，分享这样一个意向，让我们迦南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因为我们知道，卢竹教会的构堂不是卢竹教会的事情，是上帝、基督身体的事情。卢竹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个肢体，迦南教会是另外一个肢体。所有的教会，众教会集合起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肢体和肢体之间，我们互相的协助、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我们共同的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一起来建造神的国。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关心卢竹教会，为卢竹教会来奉献，为卢竹教会来更多的祷告神来使用，神来帮助卢竹教会。那我要简单介绍几个我们可以帮助卢竹教会奉献的这个就是购堂基金的部分的需要的方式。一个就是奉献袋我们的周报里面应该有奉献袋吧？如果没有，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用奉献袋来奉献那如果你这个现金身上不方便，你也可以用转账的方式我们这个后面有转账的账号 ，PPT 上面也有转账的账号。用转账的方式，我们可以来关心卢竹教会。但是如果你用转账的，请你一定要打电话来告知我们你的教会还有你的名字我们才能够寄感谢状给你。特别我们也要能够确实的来入账，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用转账的方式，我们可以来通知我们通知我们。另外呢，我们在隔壁我们旧堂那边的1楼，我们有义卖义卖品非常的好不是只有卖东西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你们是有帮助的是创造双赢创造双赢那我要简单介绍几个东西，我们才能够了解它的好处第一个就是童书这是贝安斯坦熊系列的童书那这个童书呢是美国畅销的童书美国畅销童书帮助孩子听故事的过程，他们得到学习，得到改变。小孩子很喜欢听故事可能每天晚上你不讲故事给他听，他就睡不着那讲故事给他听，他就很安心的就可以进入睡眠当中。听故事的过程，小孩子他们会把故事整个的这个过程很清楚的，好像烙印在他的脑海当中。所以呢，借着听故事，小孩子会对这个故事的印象很深刻。故事当中的发生的这个情节，所有的一切，会深深的影响着他，潜移默化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在影响着他。那每一本呢，就会是一个主题，来帮助孩子建立某一种的品格，或者建立某一种能力可能是让孩子会从容让孩子会合作，让孩子会去助人，让孩子会培养正直，让孩子培养有爱心等等。就是借着听故事的过程，我们让孩子可以潜移默化的被改变，在无形当中他被改变。美国畅销的童书非常的好推荐我们可以来买，帮助卢竹教会。另外我要介绍的是拼图拼图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很少东西可以同时训练我们的左脑跟右脑，拼图就是其中之一。同时训练你的右脑跟左脑，你的记忆、你的逻辑你的对图像的那样一个概念你的这个思考判断的能力等等，非常的可以同时训练你的左脑跟右脑那拼图我想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清楚的人都知道，不清楚的人希望你可以了解那这个东西对我们可以很有帮助可以来帮助卢竹教会。接下来我要介绍就是这一件衣服这件衣服
我跟你讲，你们一定要买啊，一定要买啊！这衣服多好啊！这些衣服它是纯棉的哈，那穿起来非常舒服哈。那它这个颜色啊，非常的又不容易褪色哈。大概穿3年之后还是这个颜色，不骗你哦，不会，它不大会褪色哈。特别这个 logo 啊，我请我们的青年设计这个 logo， 然后我们做成衣服，上面没有其他的文字，就是唯一的文字就是这十字架上的爱之外，在手臂的地方有 Jesus 啊 Jesus， 然后呢，这个 logo 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我要介绍我们就是它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穿在身上，你就是像跟旁边的人，像众人在宣告我的身份，我是有十字架上的爱在我身上的一个神的儿女，宣告我们的身份，告白我们的身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敢在众人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神的儿女，有十字架上的爱在我身上的神的儿女。好，第一个是告白，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当你穿这些衣服穿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被约束，知道吗？你会不敢乱做事，你会不敢乱来啦穿在身上你可以敢讲白贼你穿在身上你敢害人你会觉得很反差很大穿这件衣服在身上，你就会受约束。要生气了，你可能就吞下去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众人的面前可以做见证。特别我们团体出去年轻人一群人出去，在这个餐厅里面我们很高兴七嘴八舌讲的，吵到别人我们都还不敢，都还不知道，你知道吗？别人很讨厌这一群基督徒讨厌死了。穿在身上，我们被约束，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注意到别人我们不要影响到别人，可以见证我们的信仰。第三个，穿这件衣服，它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工具。OK， 当你穿上去的时候，你别的地方买不到，这是我们独创的看到这个 logo， 旁边的人会问你说，这个 logo 很特别在哪边买的什么意思？借着介绍 logo， 你可以跟他介绍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无言的一个传道你可以帮助他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你可以借着这个穿这个衣服可以来传福音。最后我们义卖的东西就是综合坚果这个不用特别介绍，是健康的食品对我们的健康有极大的帮助你会觉得好像比外面的贵一点的当然贵了，因为义卖嘛所以半买半奉献用这种精神我们来协助如图教会的这个义卖那今天我想借着耶稣基督对于他的门徒所说的话，借着耶稣对我们呼召的话，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勇敢的站起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回应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拣选。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我们愿意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这一条的道路。愿神来帮助我们迦南教会，也帮助如图教会。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的话语。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主，我们愿意降服，让你呼召的声音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降服，在今天这个世代，在我们身处的地方，在你的教会当中，主，我们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来回应你，你帮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境况，我们坚定的走这一条道路。就像马喜乐护士他所喜爱的经文，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我们愿意勇敢的回应你的呼召，被你来使用，在今天这个世代，成为台湾的天使，成为众人的祝福。主，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保守，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